咗電話落去就搞掂啦。冇話驚，係驚變咗啲嘢落去執啫。我最驚係嚇，你跳落去執啊？唔係啦，梗係要人哋行餐飽啊！跳落去執完之後，可能咧跳翻上第二架車。咪人哋點幫佢執啊？咪係食，一係停，一係遊行山咁樣行。跳翻第二架車。佢唔會，應該唔會幫你執嘅，可能收工先。過幾日係啦，佢先俾翻你。係人跌咗個水樽喺嗰度。Hello。Hello。唔知佢哋同我 hello，我咪同我 hello。係啊，佢先冇同我 hello 嘛，我咪同 hello 咯。啲日本人嚟嘅，唔識佢。咁黑嘅。可能佢認得我係蒙面超人啊，兄啊。可能認得你蒙面超人弟啊。我唔係蒙面超人弟，我明兄。